據說有唔少同類型茶居都喺度模仿緊紫若麗嘅裝修風格。不過有人模仿其實都係一件好事啊！呢餐4個人合共消費192。大家好，我有句講句嘅斜槓壯年 Theo。凌晨2點幾，突然心血來潮，想食啲點心啊，於是就諗起一佢紫若麗。24小時營業嘅茶居，對我呢種夜貓嚟講十分友好㗎。從呢個名唔難睇出㗎，呢個品牌係希望將國學文化同廣東飲茶文化相結合啊！一入門口就可以感受到濃厚嘅國學文化氛圍，各種寫住古訓金句嘅字畫，各種印有國畫嘅立柱燈箱，以及傳統嶺南水鄉園林建築入邊倡動元素為靈感嘅造型牆啊！仲有抬頭就可以見到喺各式燈籠之間印有各種經典書籍名稱嘅天花燈箱，國學文化氛圍直接拉滿啦！店入邊用嘅都係木台木燈，而且分佈規整，睇落十分舒適㗎。而且每一台都配有功夫茶。店內仲有唔少綠植㗎，會令人有一種身處園林嘅清幽感啊！放眼望去，莫名令我諗起呢一句啊：曲徑通幽處，綻放花木心。呢個月字嘅 logo都幾有意思㗎，就好似係表達緊不遠處就有一間茶居為我留燈嘅玩味。喺室內吸煙嘅朋友都唔使偷偷摸摸鬼鬼祟祟啦，因為店入邊仲設有吸煙室添。店內仲有唔少呢兩道送嘅燈牌啊，相信佢哋就係呢度最引以為傲嘅招牌菜啦。古法煎韭菜餃同埋新興姑娘炒米粉啦。據說齋係呢款單品咋，一年就可以賣出630萬隻，個頭比我想象中嘅仲要大㗎，每一隻都堅挺飽滿，三面金黃，表皮有脆感㗎，入邊塞滿咗餡料，咬開仲有一定嘅汁水流出添。凌晨時分仲有咁樣嘅出品，真係不能要求更多啊！我哋仲食咗蒜香蒸排骨、紫若蝦餃王、桂花養顏馬蹄糕、豆腐花。重點推薦一下呢個更荔灣嘅艇仔粥，有別於常見嘅艇仔粥，風味上做主導嘅係乾油啊，因此佢充滿咗海味乾貨嘅氣息，幾啱我口味㗎。呢餐4個人合共消費192。有一句講一句，據說有唔少同類型茶居都喺度模仿緊紫若麗嘅裝修風格。不過有人模仿其實都係一件好事啊，講明呢個國學裝修風格真係幾符合大眾審美㗎，而且都算係為國學發聲，耳濡目染咁俾大家去感受國學嘅魅力。出品雖然講唔上係驚世駭俗嘅美味，但絕對係同類型入邊出品穩妥且性價比拉滿嘅選擇。比佢好食嘅冇佢平，比佢平嘅冇佢舒適衛生，關鍵係呢度真係坐得幾舒服㗎。而且佢仲真係24小時營業添㗎，難怪佢夠膽將呢一句1300萬人嘅飲茶選擇掛喺牆上。想舒舒服服飲啖茶食個包嘅朋友，仲嗱臨點擊左下角即刻出發。兩個全新欄目自費自願嘅 Theo 飯局，以及由我請客嘅跟住 Theo 去摸魚，即日起不定期盛行，歡迎新老朋友入群，踴躍參與，繼續同我一齊飲飲食食，人生積極，好嗎？